自己腰个腿到腿前，可以做防护，可以慢慢斜比较调它。OK，脚前翘直点，对，多两边耳朵，对，风直脚尖前腿长。好，可以适当长一点，不要过爆的，不会过爆了。然后往下看，腿踢一点点小，一前一后腿，慢点慢点，不要动。可以弯腰扯一下脚踝袜子。对对对，一上一下，对，腿一上一下的，不要挡光。OK， 看到这里来低点头，对，绷直脚尖。好的。对，滑起来扯脚踝袜子，对，这样滑腿，再滑另一边，另一边腿，交叉滑起来，然后脚底侧拐，右边腿，滑起来，好，对，只要翻脚底给我们，脚底动一下翘鼻，好，再翻起来动一下细节，再翻起来动一下，看到我这里。OK， 脸表情，动下脚，对，就让头发往旁边放，对，摸下头发好，脚底踢起来的，再提高一点点，对，提高动下脚趾，动一下细节，扯一下脚尖袜子，手刀，太长了，脚太长。那交叉刀，对，交叉立起来，对，动下脚趾，对，动下脚趾，再动下脚趾，对，表情，做个 C 给我，太好了，对，好，看阿姐那边动下脚，撑开袜子，好。再立起来，动左方右方。要不要上？